来看台北市的华南市场改建已经完工了，今仔开始试营运，也毋过有打伤民众是怨叹讲市场伤过大，支票伤过少哦，因定行毋知路。有民众嘛批评讲市场动线的规划有问题，要去二楼食饭哦，爱行过一条车道是真危险。对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哦。看到老主顾搁转来啊，食的饭也是欢喜甲。有超过40年历史的宽南市场，从105年开始原地改建，即马1期甲2期就拢完工，2月18开始试营运，为设备到运作模式拢全面升级。就这边的环境啊还不错，进出比较方便啦。差很多啊，现在比较宽啊，走路大家比较舒服，以前比较窄。新的市场有8层楼高，超过1300个单位。除了空间加真宽以外，嘛大大改善通风甲空调系统。不过，这个改建用要9年的时间，未少反也无啥的关系。重点是市场范围太大了，有的客人都认为说走到脚好酸，然后买太多东西提的话，那提很远，那太重了。找不到，因为我之前买的整个摊位都大乱了，所以找很久。新的市场是看蹦蹦，袂输是白宫。初期路线的指标较少，嘛无明显。人客若想要找特定的单位，就要一间一间安尼踅。另外，嘛有反怨讲，第2期的工程大部分的电梯敢会当搭到2楼尔，停车场煞伫4楼以上。若伫1楼做生意的，下班了后要驶车，就要踅一大连。若民众若想要去2楼食饭，电楼梯爬起哩，阁要先经过一条车路才会到位。安全问题嘛受到大家关注。不管是进货的动线，或是出货的动线，都比以前中继的时候还来的顺畅。他们的设施设备有的还在用了哈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像水跟电没有做好的地方，我们就逐步来帮他们改善。市长处强调讲，初期漏水甲路线的问题，即马拢已经改善。也若租金的部分，原地反也是起5%，嘛拢已经进驻啊。也阁有70多个家啊，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，互反来租，希望互市场的机能愈来愈周知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